共神庸。大家好，我是车队部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嘉玉。大家好，我是梁显显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美仪。大家好，我是赖文忠。大家好，我是罗浩年。大家好，我是朱雨欣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明玲。大家好，我是严依婷。祝福大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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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福大家。半夜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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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福大家，半夜班快乐！长会了。快乐变魔哎，就是团圆的季节，让人团圆的季节，也是你和我相爱的季节。这次录音跟拍摄都在这个山水屋的民宿，那很感谢民宿可以提供我们这个空间，然后一起拍摄这个有12位同学好朋友这个一起做的单曲《代替月亮守护你》，然后这也是我们 MIH Made in Hakka 我们这个客家群星团体继新年歌之后的第一首单曲，也期待会未来有更多的作品。那在这里也祝大家中秋月圆人团圆哦！漂亮。对，你我搞起来！好不好？就笑着就好了。爱对方，跳舞，跳好好这一条路。走喽，阿狗。录音跟拍摄都蛮特别，因为这一次就是召集了大家，然后来到我家来拍摄，就是完全是出门就可以马上工作，然后就可以马上的进入状况去拍摄，我觉得非常好玩，然后又可以看到这么多朋友一起在我家烤肉，我觉得这个是再幸福不过的事情。我觉得好笑，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投一样的人吧，就是我们的陈伟如制作人陈伟如老师，他不管是在录音的时候还是跳舞的时候，他都是充满着喜剧感觉，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快乐。这一次的《代替月亮守护你》这个 MV 里面呢，我担任了就是负责那个画分镜跟构思一些画面。非常的感谢这个团队里面的大家，很特别的就是那个空拍机拍大家 MIH 的那个画面，我觉得那个是超好看的，大家一定要看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罗浩源，我是这一次呢代替月亮守护你的舞蹈设计哈。对，那这一次呢，其实在动作上呢就有参考了这个水手月亮的一个招牌的动作，就那也期许大家呢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跳 reels 哦。勇勇跟 U 哎。勇勇给入味，香香的烤肉，香香的烤肉，从头给入黑，呀嘿，团圆的季节，又是你和我相爱的季节。又来到山水木，贵松的欢喜，还有动盛气，又都要年，不过因你乡下来搞，应该是到非常期待，也在 MV 出现，本大家探讨，因你客家语嘅。创作，什么台架？然后换他们。现在变好兄弟了。起吧。为什么要呼？拍 MV 的时候天气很好，太阳很大，然后每个人的眼睛都有点快睁开，快睁开这样子。然后，但是之前有一次也是这种大太阳的天气下拍摄，效果可能不是很理想。但是这次的画面看起来大家都非常的好，然后也非常的有活力啊，包含空拍啊、舞蹈什么的，我觉得大家的合作啊表现的都非常棒。这有点惊讶。来，6、7、8，爱。想拍。对，最好笑，我觉得陈老师、伟如老师。我觉得这次在拍摄的时候，跳舞的时候是最好玩的，而且维如老师也很搞笑。是江江老师，江江老师就是非常认真学舞，还有赖文竹很认真学舞。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，天天开心。今天呢来录嘅影片，让大家分享你半夜班嘅乐趣。两个小女生看我，1、2、3，因为天气非常的好，对，然后大家就是各自把各自的扮演的角色，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趣。然后大家
越玩越年轻的感觉，一定要看哦。我觉得很开心的点就是可以大家向心力，就是团结力量大这种，可以把整部 MV 从零到有，甚至是在录音的过程当中，我觉得都是很有趣，很开心。蹲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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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脚。不，原地踏步。不要同手同脚，妹。两个都很好哦。好漂亮。梨窝，对。梨窝搞起来！动高行动了。最难的地方应该是这个吧。好。来爱呀爱，听我的手风琴。这里，因为它后面是改成斜的，然后不会跳最好，很多都这样而已。你速度要正常，你速度正常。可以塞一个稻子吗？来，可以啊。啊，先烤培根啊，才会。你们自己拿剪刀耶，这个家人一定会做一件事，对不对哈？我超强的，最近没运动。OK， 好看好看。我以为太可爱了吧？就是因为你要让它放小孩要不要去隔壁第三桌有自然的反应。我三个人在一起。如果他太紧，他在录什么？江江老师凯克罗。就不放松的话，反应